建立超連鎖事業5步驟。步驟1：申請加入。喺網上完成獨立超連鎖店主申請同意書，你可以申請為零售商，亦可以申請為超連鎖店主。成為零售商不需繳納入會費，但你將唔會擁有 hk.shop.com 網站。作為零售商，你能夠以超連鎖成本價購買美安獨家品牌產品，然後以建議零售價出售，只賺取零售利潤。然而，你卻無法借力於系統。第二個選擇係，你可以申請為超連鎖店主。成為超連鎖店主建立事業需要繳納入會費。作為超連鎖店主，你唔單止可以以超連鎖成本價購買產品，賺取零售利潤，你更可以參加管理業績紅利計劃，賺取佣金，創造永續收入，從而令你能借力於系統。入會資料包括你嘅 hk.shop.com 網站，以及 Motives Cosmetics、Isotonics、TLS、Global、Concord Entertainment 以及公司資訊網站。此外，仲有你嘅網上超連鎖事業賬戶。你登入後可以喺網上追蹤同管理你嘅業務。你會得到一本超連鎖手冊同起步指南。建立超連鎖事業須知嘅各項內容應有盡有。其他工具包括美安超連鎖事業雜誌，以及內容豐富嘅錄音檔案培訓系列。你可以獲得資深嘅超連鎖店主嘅建議及教導，並參與全球會議聯盟系統嘅訓練。意思係你擁有一套系統及團隊支援你建立事業嘅努力。透過申請加入，你建立3個商業發展中心。商業發展中心能啟動公司嘅追蹤系統，將你嘅超連鎖事業產生嘅 BV 歸入你嘅超連鎖事業賬戶。步驟2：產生點數。步驟2係要產生 BV 同 IBV。BV 係美安獨家品牌產品嘅價值單位。IBV 係我哋嘅夥伴商店產品嘅價值單位。通過購買美安嘅獨家產品同購買你經常前往消費嘅夥伴商店嘅產品，你就能將消費轉為收入，並建立你嘅購物年金。BV 同 IBV 用嚟計算佣金。產生 BV 同 IBV 嘅方式：購買產品自用，購買產品銷售俾顧客，超連鎖事業自動購貨及1對1行銷。我哋透過1對1行銷，為顧客揾到想要嘅產品，為產品揾到合適嘅顧客。你將學會如何留住嗰啲經常喺你嘅 hk.shop.com 網站購物嘅顧客。美安公司為你提供技術、應用程式同社交媒體工具，支援你推展產品同事業。呢啲技術同工具包含 Shop Mobile、社交媒體同購物智囊。建立顧客群並唔難，因為你已經認識呢啲顧客，了解佢哋需要乜嘢產品同服務。你會有簡單且持續嘅商務活動，為你逐月累積點數。你必須達到每月個人點數基本要求、每季度零售基本要求以及年度續約嘅要求。步驟3：合格累積。累積200 BV， 使你嘅商業發展中心合格後，即可以開始從左右兩邊組織累積 BV 同 IBV。你嘅商業發展中心合格之後，即可開始累積 BV 同 IBV。你越早達到合格累積，就能越早攞到佣金。藉助快速起步套裝，能讓你嘅商業發展中心合格，同時得到一個節省費用嘅完備組合，其中包含你嘅入會資料、必要嘅產品同事業工具。使你嘅商業發展中心合格後，你就可以開始進入第4步。第4步，擴展業務。喺你左右兩邊嘅組織內，各親自推薦一位合格嘅超連鎖店主。擴展業務不但使銷售組織得以擴展，亦使你能賺取佣金同獎金。請你諗下，有邊個會對開闢另一個收入來源有興趣？有邊個向往時間自由同財務自由，或對擁有 hk.shop.com 網站同建立自己嘅購物年金有興趣？舉例嚟講 ，Mark 同 Kate， 我哋要指導 Mark 同 Kate 如何申請加入、產生點數、合格累積，以及如何擴展佢哋嘅超連鎖事業。第5步，教導、管理並幫助他人。人們會不斷引進合格人選，建立超連鎖事業。事業垂直深入擴展，能夠喺多個地域建立據點。親自推薦2個以上新人，你會幫助你嘅團隊夥伴事業成長，同時又加速自己嘅事業成長。親自推薦嘅新增超連鎖店主，只能垂直置於你嘅組織內一個商業發展中心左邊或右邊之下。請記住，你擁有超連鎖店主團隊嘅支持，共同幫助你達到財務成功。你嘅資深夥伴喺發展佢哋超連鎖事業嘅同時，亦可以將佢哋親自推薦嘅超連鎖店主放置喺你嘅組織中。
美安嘅追蹤系統每日會不斷深入搜尋並計算你嘅組織產生嘅 BV 同 IBV。請記住，產生 BV 同 IBV 可藉助以下方式：零售優惠顧客透過你嘅 hk.shop.com 網站訂購、購買產品自用、社交媒體以及口碑宣傳。此外，新超連鎖店主建立佢哋自己嘅事業，並且佢哋各自嘅商業發展中心合格，點數就會成長。同時，佢哋將消費轉為收入，建立佢哋自己嘅購物年金。由於冇層級同百分比嘅限制，你能夠100%享受你嘅組織產生點數嘅成果。舉例嚟講 ，Ashley 訂購產品自用，或一位顧客透過 Ashley 嘅 hk.shop.com 網站訂購產品，呢個就會為 Ashley 帶嚟 BV。另外，呢啲 BV 亦都唔止 Ashley 一人享有，而且點數仲會向上累積。所以每位合格嘅超連鎖店主，包括你自己，都可以100%得到呢啲 BV。我哋嚟睇一睇如何賺取佣金。美安嘅系統每週計算由累積 BV 同 IBV 而產生嘅佣金。追蹤系統每週會搜尋你嘅商業發展中心左右兩邊組織累積嘅 BV 同 IBV。當你左右兩邊組織至少各累積1200 BV 時，即可獲得2300蚊嘅佣金。即使你有一邊或兩邊嘅組織冇達到要求嘅1200 BV， 當週嘅 BV 並唔會因此就失效，而係保留到下一週，並同下週嘅點數合計。請記住 ，BV 同 IBV 嘅產生唔只係來自你自己嘅努力，仲要加上你嘅組織團隊嘅努力。由於不受時間限制，你可以按自己嘅進度發展你嘅超連鎖事業，逐週逐月咁累積點數。呢個唔係你是否能夠賺到佣金嘅問題，而只係幾時能夠賺到嘅問題。BV 同 IBV 可同時分別累積。當你左右兩邊組織至少各累積1200 IBV 時，即可獲得2300蚊嘅佣金。即使你有一邊或兩邊嘅組織冇達到要求嘅1200 IBV， 當週嘅 IBV 並唔會因此就失效，而係同 BV 一樣保留到下一週，並同下週嘅 IBV 合計。當你左右兩邊嘅組織至少有各累積1200 BV， 亦即係兩邊組織各累積2400 BV 時，你又可以獲得2300蚊嘅佣金。呢個亦都同樣適用於 IBV 嘅累積。當你左右兩邊嘅組織至少有各累積1200 BV， 亦即係兩邊組織各累積3600 BV 時，你又可以獲得2300蚊嘅佣金。呢個亦都同樣適用於 IBV 嘅累積。最後，當你左右兩邊嘅組織至少有各累積1400 BV， 亦就係兩邊組織各累積5000 BV 時，你可再獲得4600蚊嘅佣金。呢個亦都同樣適用於 IBV 嘅累積。你嘅收入潛力係每週可以從 BV 賺取11500蚊，每週仲可以從 IBV 賺取11500蚊。即係話，每一個商業發展中心每週總共可以賺取23000蚊。你左右兩邊組織達到各累積5000 BV 嘅標準後，你嘅商業中心嘅 BV 會調整為0。呢個時候，你要重新開始累積 BV 嚟重新賺取佣金。請諗下，當你開始再次累積 BV 同 IBV 時，賺取佣金會更快，亦都更容易。隨住你嘅組織不斷擴大，賺取佣金嘅頻率不斷增加，最後每月甚至每週都可賺取佣金。前面已經提到，管理業績紅利計劃有一個特色，咁就係讓你能夠喺組織內垂直往下放置你新推薦嘅超連鎖店主，以支援你嘅組織成長。此計劃仲有一個特色，你組織內嘅 BV 同 IBV 可以放入你親自推薦嘅事業夥伴嘅商業發展中心。舉例嚟講，你或一位顧客訂貨產生400 BV， 你可以將呢400 BV 放入 Matt 嘅商業發展中心 ，Matt 由此得到400 BV。除此之外，唔單止 Matt 可以得到 BV， 而且點數仲會向上累積。所以每位合格嘅超連鎖店主，包括你自己，都可以100%得到呢個 BV。你為新推薦嘅超連鎖店主放置 BV 同 IBV， 可以加強你嘅組織。而家我哋嚟睇睇如何賺取管理獎金。美安嘅系統除咗對 BV 同 IBV 進行搜尋，亦都對你嘅組織進行搜尋，揾到已達到點數標準、完成佣金週期嘅商業發展中心。你每次與你左邊組織內任何一個商業發展中心，如 Mac 嘅商業發展中心，以及右邊組織任何一個商業發展中心，例如 Ann 同 Ben 嘅商業發展中心，喺同一週完成一個佣金週期時，你會獲得4600蚊嘅管理獎金。你每個商業發展中心每週嘅收入潛力係27600，每年嘅收入
潛力係1435200蚊。我哋向你說明如何建立一個商業發展中心，只係為咗能夠簡單明了。請記住，你喺註冊你嘅超連鎖事業時，已經同時設立咗3個商業發展中心。如果建立2個組織，你每週最多能賺取27600蚊。如果再建立1個組織，你每週又能夠賺取27600蚊。如果再多建立1個組織，你每週就能夠賺取第3份27600蚊。你可以建立4個組織，從3個商業發展中心賺取最多嘅收入。你投入2倍嘅努力，可以獲得3倍嘅收入。每週最高總收入可以達到82800蚊。雖然每個商業發展中心每週最多可以賺取27600蚊佣金，但超連鎖事業嘅收入潛力係無限嘅。你點樣賺取更多嘅收入呢？開設更多嘅商業發展中心就可以增加你嘅佣金收入。當你嘅一個商業發展中心第一次達到5500嘅業績標準而取得佣金時，你就獲得開設另一個商業發展中心嘅權利。開設更多嘅商業發展中心會增加你嘅收入潛力，保障你原來嘅商業發展中心嘅收入，產生更多嘅點數，讓你嘅銷售組織得到激勵。呢個會產生協力合作同共同經濟利益。所有從你嘅第4個甚至更多嘅商業發展中心嘅左邊或右邊組織所產生嘅 BV 同 IBV 都會累積帶俾你額外收入，同時保障你原本嘅商業中心發展嘅收入。而且你後嚟開設嘅商業發展中心同你原來嘅商業發展中心之間所有團隊夥伴嘅合格商業發展中心，亦都會累積 BV 同 IBV。超連鎖事業與 hk.shop.com 嘅重點摘要。你能夠藉住購物年金轉消費為收入，你可立即賺取零售利潤同現金回贈。每月累積團體業績，累積可保留365日。你可以100%享有你組織內嘅業績成果。你能夠喺你嘅組織內放置夥伴及點數，開設更多嘅商業發展中心，讓你擁有無限嘅收入潛力。下一步你要做嘅就係聯絡與你分享呢部影片嘅人，並執行以下嘅步驟： 1. 註冊成為優惠顧客以賺取現金回贈，並試用美安獨家品牌產品。 2. 約定下一次會面，為你嘅問題找到答案。 3. 建立你嘅超連鎖事業，並開始建立你嘅購物年金。